湾无伫喙脣皮顶，伫耳孔边。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啊！又到了咱千金宝的单元哈啊！咱这集呢，游玩呢，继续顶一集，要全部来讲一寡爆料的名称，所以观众朋友可能呢，就是三无掌无的确哈啊！伊则全部咧介绍以前的爆料一寡名称啦哈啊，一寡做法。好啊，咱顶边有讲到讲哦啊，这个麦嫂兼冷甜、金羊、功夫女、干乌兼大细、半乌西头青。啊，芡就是芡啦，哈，芡爆料啊，小可安尼芡，啊，佮刷一，啊，佮有哦，讲另外佮有哪呢？二头单剪是白身，画白天蓝当过芡，这个讲啥？讲另外佮有二头单剪这种爆料的名称哈，啊，那是阿白泥色的爆料。啊，这种分别指什么意思呢？那看你是要白色的，要金白色的，要泥白色的，还是要泥空色的蓝就是蓝哈，蓝啊，另外一个音叫蓝哦，蓝色啊，空色啦，还是啊绿色，啊，咱讲草色啊，叫当归芡，较浅的就对啦，会爆料。过来呢，佮有哦，讲单调煎肉无比止。无比止是讲非常之好啦，无得比啦，无法度人比啦，叫无比止。啊，什么叫单调？什么叫煎肉？啊，用今仔话来讲啦，就是地毯。单调就讲地毯，啊，煎肉咧就是坐垫啊，坐垫。质料呢，啊，拢非常之好啦，好甲无得比啊，这个意思哈。过来，面椒皮透青面，加州无滚羊腱。这个讲啥啊？面椒皮啊，咱即摆一个来讲面椒皮，咱即摆讲面皮啦哈。什么叫透青面？面啊花啦，面皮是装全新的面啊，棉花啦，棉花。啊，加州无咧啊，来自呢加州的这个无呢，滚羊腱呢，安怎讲？真有工呢，做甲真有路呢。滚羊腱呢，就是无啊腱吼啊，车用啊布条啦。哦，这拢是一个装塔啦哈，装塔华语来讲叫装饰。啊，过来咧，加文笑。挂万字哦，啊那迄困笑咧是用家文来吼，家文笑。什么叫挂万字？伊个四周围、伊个四边哦、伊个四边咧，拢绣迄个吉祥的万字啦。什么叫万字？头尾有类似咧，迄个四头咯，迄个万，迄款的符号啦，迄个万字吼，就表示讲哦，这是一个吉祥的字啦吼。就讲哦，迄树啊嘛真讲究呢，嘛挂万字呢，嘛绣吉祥的这个万字啦吼，万字。啊，过来呢，满挂。招地是初步哦，要介绍什么呢？介绍咧这爆料的来源哦，啊，的来源哈。什么叫麻啦？哈，刮椒啊，椒就是金椒的椒啦，哈。啊，地啊，地啊，哈，地啊，麻刮椒地，这种什么嘢？这种是属于呢，迄车门哦，较粗细的啦。较粗细当然做出来就是粗的啊，所以用来做初步的原料啦。啊，干哪呢？讲啊，伊有大蚕是幼果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个名呢，叫做大餐果啦。啊，大餐果呢，就是讲伊的布料呢较幼啦。啊，所以呢，讲头拄仔讲啦，讲麻瓜椒地呢属于啊那纤维较粗细的，所以用来做初步的原料。啊，即卖呢，唯有干那来自大产生产的茶啊，华语来讲叫苎麻啦，苎麻哈茶啊，伊的制品的材料呢较幼细啊，所以合做。大蚕果啊，就是叫做大蚕是幼果，幼就是较幼细啦，较幼细哈。好，过来呢，讲啊，江西河西生丝螺啊，江西河西生丝螺，这个讲啥？哦，我这是还是真讲啊真幼路呢吼。漳州的幼西线，湖北的幼米线，各有还未加工的食品，生丝螺啊，螺是零螺芳丝的螺啦吼，就讲还各有还未加工的食品啊，拢是啊，伊咧卖的这个原料之一啦吼，啊有生丝就有熟丝啦吼，熟丝吼。好，按时间的关系，咱这集呢就进行到这，多谢大家。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，由当洪正教授主讲，当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